家己布地的好比例对2015年开始推设沙埔的服务工作，经过9年外拍拼，这海岸线到岸边的长度对本地150公尺，有长到400公尺以上，这沙埔的面积也增加25公顷。在地希望讲政府会当提供资源，让这块沙埔变更较好。嘉义县布袋好美里是一个小型的渔船，进前沙埔流失真严重。9年前开始，云嘉南滨海国家风景管理处就利用废弃的乌坪构沙培养沙埔，已经成功让海坪的面积增加25公顷。用废弃的科棚架竹篱挡沙之后就种树嘛，所以我们已经在这个地方呢种了10700棵的木麻黄、水黄皮、白水木、黄锦，还有椰子树。我们把人为垃圾把它清走，然后希望把这些有用的这个科棚留给社区来合作，变成是他们今年度可能每年9月、10月在做固沙的时候呢，来去做一些使用。社区发展协会讲，以前考涝的时阵，沙会陪你摆社区；海涨的时阵，海水嘛会引入来，才开始积极做海坪保育的工程。这个上较严重，就是背落阮的鱼回来，鱼回来阮是种迄个放迄个文蛤嘛吼，所以背起来，背落到地拢1、2尺，半米以上啊，迄文蛤拢吞去。退潮的时候，从原本的离岸边，我们的这个河体海堤150公尺，现在往外推了大概300到350公尺，也就是我们现在退潮的时候，我们的海岸线从150变成到400、450。县政府表示，会阁投入资源协助民间团体，继续改善布袋好美里的海坪，恢复原来的风景，嘛希望讲，互地方有条件来推广观光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